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0号，这一期咱们来聊一聊骗补，就是骗取国家补贴最近媒体在报道说江苏邳州有一个村民一天早上发现自己家的地有一群老太太在那干活，干什么活呢？在种白菜。他这个种白菜很奇怪，早上把一整颗大白菜种到地里，下午就把它收割走了。这种种菜方式就连游戏里面我记得以前有个叫开心农场游戏都不敢这么玩。以前那个人人网好像推出一个叫什么偷菜游戏，这是很多年前了那些偷菜游戏他也不能这么玩。早上大白菜种下去，一整颗大白菜，下午把它挖走。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大家先看视频。这别处拉的大白菜上营子村来种植，来恶意套补国家补偿款带上人这个规划办空间办执法车工作人员下边，你看几十口人干这活，带上人营子村，你看大冬天来种白菜，这是第10级车了还一直在拉。谁让你来种的？这我的地谁让你来种的？你种这个白菜干嘛呢？人叫俺把这干活的人才不知道俺干。我反映到徐州市1、2、3和5徐州纪委我都反映了，现在没给我处理结果。上午栽的，现在呢已经拔完了。你只要进入这个区域，别配着那个奥迪车、给车上。这上午栽的白菜，现在都开始拔了。你看看，什么世道了？你说这个还有天理吗？这个视频实际上是去年这个时候拍的。到底怎么回事呢？根据这个拍摄者说事发江苏徐州市邳州市，有人在自家地里种成品大白菜，早上种晚上收，疑骗取补助款。12月9日，奔流新闻者向当地多个部门了解此事，没有收到正面回应。今天各大媒体都在报，这个已经上了热搜了。根据这个视频的拍摄者说江苏省州市戴庄镇营子村套取补偿款欺上瞒下，后面一切视频中都有反映。拍摄者说已经将此事反映到徐州市12345徐州市纪委，但一直没有处理结果。12月9日奔流新闻记者就此事向当地多位村民求证，但都称不了解相关情况。也有知情者称是去年拍摄的视频。戴庄镇镇政府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没听说过这事。邳州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亦称对此并不知情。当记者询问了解蔬菜种植相关的助农惠农补贴政策时，其称问相关科室，但又不愿意提供相关科室联系方式。随后奔流新闻记者向徐州市、邳州市纪委办公室致电，均未收到回应。邳州市政府工作人员称此事由邳州市委宣传部答复，但提供的电话无法拨通。我想大家把这视频一看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心里都有数了，不用狡辩了。请这么多农民早上把这个白菜成品白菜种下去，晚上给它挖走，你这个花费有多少钱？为什么这么干？难道是为了拍宣传片吗？是要拍电影是吗？实际上十有八九是为了骗补。根据这个拍摄者说法，去年这个时候因为这个邳州这个大白菜丰收，这个大白菜滞销，价格上不去，当地政府对菜农进行补贴。不管怎么说政府对农民对菜农进行一定的补贴，这个很有必要。但是你这个补贴到底补贴到谁手上去了？这个很重要。有没有真正的补给那些农民或者种菜的？你这个补贴的钱被那些不该得的人通过欺骗的方式骗走了。实际上像这种现象不光在农业领域什么骗补，只要国家有补贴的地方都存在骗补。你比如说过去政府为了补贴这个养牛的、养猪的养殖户，那政府各个村为了骗补，他就会把别的村的牛拉到自己村里来，或者是这个养殖户把别的村的牛拉到自己养殖的这个基地棚子里面来充数骗补贴，对吧？等到有关部门来检查完之后，再把牛给人家还回去。那这个牛一天据说50块钱，那牛如果在这待2天就100，这牛成了演员然后用大车拉着，就这么拙劣的骗补技术，难道真的不知道吗？实际上都知道，大家都是
睁一只眼闭着眼，互相配合完成程序，对吧？来检查的人，来核实的人呢，他只是来拍照数一数，反正你这牛栏里面有这么多牛，那就对了，一头牛给你补贴多少，政府补贴。还有养猪养羊，大概都是这样啊，跟这个种白菜差不多啊，把别的地方白菜拉过来，地里一铺，是不是现在才有呢？也不是，对吧？上个世纪50、60年代，那也是把各个地方的粮食啊，各个村的粮食堆到一起，一个粮仓里面，对吧？因为毕竟你要向人证实你是亩产万斤呐，那1万斤粮食呢，所以各个地方啊都会要营造粮食大丰收的一个景象。那个粮仓下面垫的全是稻草，只有上面一层是粮食。有的甚至啊，大家可以翻那个时候的报纸看啊，甚至啊在地里面麦子或者稻子收割的时候啊，还没有收割就要营造出那个1亩地那个稻田里面那个稻子5000斤、8000斤，那个稻穗啊都已经压弯了腰，小孩子可以在上面跳舞。我在想啊，你说8000斤稻子，你把它撒在那1亩地里面，得有多厚啊？难道有关部门那不知道这事吗？所以这种骗补啊，实际上是心知肚明，都知道怎么回事，都是为了顺利的把这钱能弄下来，好了这些婆罗门呐，这些既得利益者，因为每个人都会从中得到好处，所以环环相扣，环环互相配合造假骗补。它不光是农业领域啊，我们就说新能源汽车，对吧？国家现在恐怕还有补贴呢，这些补贴是怎么发下去的？大家如果留点心的话，可以翻到很多视频啊，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新能源汽车的坟场，也不叫坟场啊，反正那个新能源汽车五花八门，各种牌子的，一停一大片，几千辆都是新的，有的甚至上面包的塑料膜都没撕，就扔在那儿任它长草。为什么没人买没人开呢？因为那个车就是用来骗补贴的。哎，有人后来说了，你光把车造出来，国家不能给你补贴，你得把它卖出去，这车得有公里数，按行驶里程给补贴。那好，那这些造假的他会把车架起来让自己空转，哎，你说架起来不行，你得把它卖掉才能补贴。那行，他就卖给那些什么成立一个公司，那些公司一下把这车全买走，再去上牌。总之啊，千方百计就要的人家目的就是你的补贴，正好啊，你要的就是数量，他要的就是补贴，一拍即合。所以你看啊，有一些烂尾楼里面居然都变成了停车场，大量的新能源汽车停在里面，颇为壮观的，都是骗补。这让我想起来啊，我看过一篇报道，这个俄罗斯的部队啊，俄罗斯军队为了喝冰血，为了这个把那个后勤补助啊，后勤的这个钱给他省下来，这些当官的分。那后勤的钱，比如说啊，你购买这个燃油，尤其坦克部队，你这个坦克部队每年的训练计划，对吧？你坦克要跑多少公里，训练什么科目，最后一算下来，你这个坦克要烧多少油，比如1万吨，哎，这些俄罗斯的这些军官啊，他就把1万吨的油的钱克扣下来，对吧？只买1000吨，那这些俄罗斯的坦克兵肯定得不到训练。但是俄罗斯的国防部他要查你坦克上面有里程，对吧？你每年3000公里的越野什么拉练，他看坦克的跑的里程。那为了瞒过这国防部的检查，这些俄罗斯的军官啊，他就把坦克架起来让它空转，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世界第2军事强国到了乌克兰打得这么拉胯，地保老人就这么被欺骗的，钱花了。库尔斯克这个防线150亿卢布啊，对吧？一个三角锥啊，那个就是龙牙，在俄罗斯国防部报价2、3千一个，对吧？你让河南人去生产，恐怕100块，100块它利润还挺高的。说这也什么意思呢？对产业进行补贴，这个也无可厚非，尤其对农民补贴。问题是你钱补哪儿去了，对吧？你不能打着给农民补贴的旗号，实际上把这钱补到婆罗门那儿去了，补到这些村干部手里，补到这些既得利益者手里，对吧？这样的弄虚作假骗补确实说不过去啊，因为这种事情很好查，也很好杜绝。这就反映了这个基层啊，长期以来恐怕就是这种弄虚作假，叫蟑螂定力。一个地方有这种造假，那别的地方呢，种猕猴桃的，种西瓜的，种玉米的，都有各种各样的补贴，这个钱不知道补哪儿去了，各行各业都有啊。我再举个例子，有搞过企业的懂，有的工业企业啊，他每年跟地方政府有什么科技局啊，他有技改项目，你企业可以去申报，哎，说我这个生产线我要技改，实际上啥也没改，摆拍几张照片，然后给那科技局的人送点钱，好，你这技改项目补助100万200万就到手了。这个说来说去就是上面钱它是有，它发下去了，跟着计划，对吧？补贴下去，但是没有补到实处，补到婆罗门的袋里面去了，加剧了贫富分化，既没有达到补贴的目的，也没能促进内需，对吧？这事情啊就不一一列举，大家动动脑筋就知道，无处不在，各种骗补，各种骗
经费。所以我一直说啊，如果这些漏洞你不给它堵上，你放水有什么用啊？你把水放哪儿去了，对吧？你这个10万亿、12万亿，你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吧？你要再降息，对吧？你要这个财政刺激，无非就是钱下来。你这钱下来，你这些漏洞不堵，你好处到不了韭菜身上，对吧？这些水都会精准的放到那些权贵或者婆罗门的手上，有什么用？我看了一下啊，很多专家学者又开始激动了，好像没开过会一样，开始跪着解读、解读，各种感恩、感激、感谢，各种了不起，各种马上就要向好了，添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不少刚刚好，年年都这么解读，年年问题也没解决啊，对吧？这些学者、经济学家，对吧？早就已经失去了他这个叫什么说服能力。为什么人民群众、网友越来越不相信这些专家？因为哪次这些专家不都是说好，特别好，就是好，然后就盼着下一个会说一点不一样声音的，傅鹏、高尚文老老实闭关。今天啊，我在网上看到一段前国家统计局叫邱小华，他后来因为是犯了错误，就这个统计局居然没干了，他现在是在一个什么银行吧，还是一个什么保险当那个首席经济学家。我看他在论坛上讲的简直是非常精炼准确，大家看视频啊。中国经济如果只靠指标当然是不行的，那就靠改革。改革我也觉得并不是一个特别难的问题。尽管我们说改革进入深水期难，这在我看来，改革开放4个关系把它处理好就可以了。第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你要让市场坚决地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不要再怀疑。离开市场机制，中国经济没有未来，这是一定要去做的。第二，政府跟企业关系，那么一定要让企业有活力。那当下最重要的是让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有活力。法制上一定要明确，坚决保护合理合法的民营企业的产权和利益，这是第二个。第三，处理好国家就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老百姓和政府的关系，其实说1000道1万，就是民主和法治的问题。要让老百姓能够对国家事务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这是民主的问题。第二，法治，让老百姓的利益不受随意的侵犯，要让法治真正能保护老百姓利益。因此我就说了2句话，我第一，在法治上面，第一，对公权力要有约束，第二，对私权利要有保护，这是法治最重要的2大的问题，需要去把关系处理好，这样社会才能够和谐。第四，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其实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在很小的时候，经济体的时候是无足轻重的。今天我们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因此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不是中国本身一个国家事情，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同样，世界上任何一个事情也不是世界上的事情，它也会影响到中国。所以这种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过程中里面，中国与世界关系是需要处理好的。那处理好的原则就是求大同，存小异。这个邱小华讲的，你看看旁边那个姚洋，认真做笔记，认真听，他这个2分钟讲话，差不多就已经把大家领到了这个门口，对吧？门里面就是答案，已经把你领到门口了。你想知道答案，自己进去看，就说明这些当官的里面，他不是脑子不清楚，每个人都清楚得很，对吧？一个比一个精。你想想那个前重庆市长黄奇帆，他当市长的时候和现在判若两人，他现在到处演讲做报告，那对中国经济是了如指掌，对房地产，对吧？对股市，对产业如数家珍啊！你看看那邱小华说的，他当统计局局长的时候，他心里没数吗？那些数字他自己信吗？对吧？他怎么解读高尚文对这个统计局数字的这种质疑？这是他的老本行啊！所以说当官的很有意思啊，不在其位就退休了或者下台了，好像敢说点真话，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既然大家不是不懂，大家都懂，那为什么做出的选择恰恰是相反的呢？明明有2条路，他一定会走最差那条路，这是为什么？邱小华说啊，这个公权力的约束，私人权利的保护，你看说的多好。所以说来说去啊，你说这弊病啊，这些问题你不解决，一个碗呢四处都是洞，然后你就一个劲的往
往碗里倒水，你说我现在倒水速度快一点，只要我倒水的速度够快，这碗里就有水。那为什么不把洞先补一补呢？最关键的是这种弄虚作假，大家都清楚，上上下下心里跟明镜似的，但是都装作若无其事，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像那个皇帝的新装一样，你非要那些不懂事的小孩子跳出来，哎，就像这个视频的拍摄者一样，或者就像那个什么付鹏高尚文一样，你跳出来说不好听的，就你知道，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只是不说而已，大家都沉默，大家都是跪着服务，对吧？跪着解读上面决策啊，你不能不说他本意恐怕真是好的，对吧？想拉动内需，想提高就业，想提高韭菜收入，奈何啊，你这个水放下来，你不知道放哪儿去了，你控制不了。这老干部基地还要修啊，各个地方的形象工程还要搞啊，各个地方的马路还要挖呀，对吧？你只要钱一来啊，这马路也开始挖。今天是移动来挖，明天是联通挖，后天是燃气公司，对吧？再过1年是自来水公司，反正得挖呀，不停的刨。你只有刨，它才有经费啊，有了经费，大家才能从中赚钱，它就这么个逻辑啊，对吧？你让他搞别的，他不会啊，多难呢，对吧？你让他搞产业链、搞产业布局、新质生产力，那个太遥远，没有什么比挖马路啊更简单粗暴，来钱更快。所以大家不难想象啊，这个债啊，那肯定是越花越多。对农民的补贴啊，其实还有更简单有效的办法，简单粗暴，关键是相对公平，对吧？也就是现在马上就要把农民的最低的这个补贴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退休金，由130、120，先要提高到300，对吧？再通过2年时间把它提高到500，就逐步的提高。所有的农民，对吧？65岁以上或者60岁以上就进行补贴，人人有份，不足300一个月的给他补到300，对吧？300以上的那就继续，这个比你任何形式的补贴好得多，对吧？这是惠民。对其他所有的补贴应该暂停，应该市场化。你补贴的越多，实际上会造成产能过剩，产能过剩自己也消化不了，你还得出口，你一出口，海外人家也收关税，人家加关税，这又加剧了贸易摩擦。欧盟啊，美国它最诟病的就是你产业补贴政策，对吧？这个钱是不是可以花在别的地方？其实每个人呢，仔细想一想，不需要你有什么经济学常识，对吧？你就想我们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这个中外啊都认可。那既然作为第2大经济体，那你为什么活着越来越累呢？我们创造了这么多财富，钱去哪儿了？这个难道不应该问一下吗？作为第2大经济体，我们每年的 GDP 还5%的速度在增长，这个很了不起啊！全世界啊 GDP 增长超过5%的国家没几个，一只指头一只手啊都能数得过来那些新兴的经济体。但是啊，体量像中国这么大的还能保持5%增长的，那只有中国一个。那既然这些都是事实，统计局说的也对，那为什么韭菜活着越来越累？我觉得这个你能想到这儿，那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啊。钱呢，我们创造的财富在哪里？维维老师告诉我们答案，就是大头在国家那儿，就是我们创造的财富大头在国家那儿，我们只留了一点点，我们拿那一点点去消费，拿那一点点去还按揭贷款，拿那一点点去给孩子教育，拿那么一点点去赡养老人，我们能支配的是稀少一部分，大头在国家那儿。那这是维维老师说的。那既然这样，如何提高咱们的获得感？如何解决咱们的焦虑？如何让我们过得稍微轻松一点？这个答案不就是不言自明吗？给咱们多分一点，这个答案是最直接的。但是他不分，他非要说他要放水，刺激这儿刺激那儿，有什么用呢？你刺激的好的话，大头越来越多，但是你的小头还是那么多，对吧？如果你要刺激的不好，你的大头也刺激没了，小头还是那么多，你韭菜并没有多少。2025年货币宽松的情况下，银行利息要下降，这是板上钉钉的。那么为了解决 CPI 下行，解决通缩的问题，要适度涨价。什么东西涨价？大家记住了啊，一定是水电煤气生活必需品价格会悄悄上涨。也就是说，韭菜可能面临着收入不变、收入下滑，但是生活成本在稳步提高，这个恐怕是大概率事件。因为其他的商品是市场化的，产能过剩，你说你让它涨价涨不了，因为大家竞争呢。所以说你这汽车啊、衣服、服装、鞋子这些东西恐怕价格稳中有降，但是垄断的东西一定是稳中有升。你想一想，什么东西是垄断的？所以2025年作为韭菜，恐怕要承担更多，压力只会更重，只会更焦虑。所以说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